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讲到这2日，有一群美国人在台湾咧做贸易谈判。台美贸易谈判是啥物好康？是货品开放，或者是关税会来减？敢是咱无通个加入贸易协定的补偿，或者是时机来到咱台湾，美国真正需要咱？贸易谈判敢是遮简单？今仔日咱来说看看。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曲俊英曲教授。朋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原地大学 EMBA 副教授高金山高副教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呢，咱们观众朋友讲，实际上啊，咱3位来宾哦，就头拄就开始讲，咱今仔日咱那边讲啊，讲硬的这个话题啦，吼。啊，这个话题其实啊，实际上这个代志，台美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年以上啊。好，这1年。这讲啦真慢，讲啦真慢。啊，一般的贸易谈判人讲哦，无3年嘛爱5档啦，无5档嘛爱10档啦，愈讲愈长啦。哦，啊，到底一般的这个贸易谈判吼，咱是咧讲，无就是税爱减，吼，无就是互惠，吼，你进什么物件，我进什么物件，啊，大家来讲春车。但是咱看到这个图表，这摆要讲的内面，无关税呢？咱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图表内面哦，直接来看，环境、国营事业、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贸易的便捷化，吼，啊，过来良好的法治作业、农业标准、劳动、数位贸易、中小企业反贪腐。这敢是正常的这贸易谈判，看起来敢若无啥典型啊。曲老师，你先甲咱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虽然这贸易谈判咱有知影甲钱项有关呐，是安怎这11项甲钱项有关呢？这几年来吼，就总共足无共款的啦吼。甲大家较早讲这贸易协定吼 ，FTA， 大家讲的吼，主要大家较早较关心的拢是关税要降吼，你在市场要互我卖物件嘛吼。啊！但是大家了解，自从几年前吼，美国开始讲这咱讲 TPP 开始吼，伊 TPP 伊就讲吼，这就是全世界标准上悬的、上严格的这 FTA 哦，还贸易协定。但是吼，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看到吼，这 TPP 内底啊无半项讲到关税的代志。老师，咱停一下吼，TPP 是啥物件？讲互咱观众朋友小了解一下。TPP 吼，简单来讲就是伫 APEC 内底吼，将来大家有一个足远的目标，就是讲将来这亚洲太平洋的这个所在吼，要成立一个咱讲亚太自由经济区啦。啊，但系足困难的嘛，啊足困难就爱过渡啊，啊过渡大家就要抢讲啊，这过渡这主导权吼，爱台湾先上。敢若贸易的太平世界。对嘿，啊但是吼，这过程吼大家就竞争嘛，啊大家另外一个大家嘛足熟的，就是 RCEP 嘛。RCEP 就是东协10+6，吼，有一阵人讲哦，在过渡期间吼，我们要来主导。无咱先家己结起来。对，啊美国讲哦，啊恁迄 RCEP 啊我无呢，哦啊美国当然袂放心嘛，哦啊恁安尼贸易安尼传出来，毋知传去倒位去啊？我嘛要来用一个，吼，啊用一个伊个找11个国家吼，安尼大家斗的，吼嘛每一个要甲 RCEP 相竞争啦，吼啊所以美国为主来讲这。啊，讲吼，啊，阮将来目标遮尔啊好，要用一个咱讲要公平竞争的安尼的贸易吼，啊，就袂使干那讲关税尔啦。啊，美国安尼用的吼，嘛是讲关税占厝伤低，对，占厝伤低吼。所以美国吼，伊就讲吼，咱看迄 TPP 吼，嘛是讲足侪年哦，讲到2015年年底才讲好，吼，讲好了后，哦，伊内底吼。30章啦，30章，30个 chapter 哈，30章。哦，内底吼，然逐项拢有，阮即马看到的吼，即马内底差不多拢嘛有，吼。但是就是啥物拢有，就是无关税。吼，美国来讲吼，我就是要甲大家吼，即马将来咱讲这好的贸易吼，是要讲
公平的竞争吼，袂使讲到关税来啦吼。啊，美国伊当然安尼想嘛。哇，这个李文大同篇啊。是啊，本来就是安尼，所以你想看吼，美国伊安尼想嘛，讲哦，咱讲咱要做贸易，啊，你迄劳工拢遐尔俗溜溜，吼，薪水遐尔低，哦，啊半暝啊搁加班，啊，阮美国吼，迄劳工保护了足好诶，薪水搁拢足悬诶，搁拢袂当加班。哦，安尼。啊，我的产品甲你袂竞争。哦，对。啊，咱讲个环境的标准嘛是，哦，恁那个废水废气黑白白拢不要紧，美国袂使啊，足严格。哦，安尼讲要竞争，咱哪有公平？哦，所以美国讲啊，咱将来的贸易要讲这公平的竞争吼，就是吼袂使干那讲关税啦，但是吼所有的物件，咱当万项物件拢爱放在内底。哦，所以老师，咱会当安尼先做一个小小结论，就是讲美国人认为。目前的这贸易关税障碍，就是因为咱无注重到这个金头，这个金头就是恁无注重个环境，恁无注重着劳工，所以咱来注重这个金头，再来更好啊讲。对，啊，提升。对，啊，尤其我美国吼，我是老大兄嘛吼，所以我足侪这世界应该爱有的标准吼，爱我来传领嘛，吼，啊，劳工应该都爱安尼，吼，环保都是爱安尼，啊，所以爱用我的标准来看。哦，大家用这个标准来进行这个贸易，安尼唔才有公平，安尼在世界的产出唔才会提悬。哦，所以唔是干那这边台美在讲这谈判尔，就若是有美国在内吼，伊自 TPP 开始吼，就差不多这个形态啊。所以咱讲哦，在这摆咱讲这贸易谈判吼，甲较早拢无共款，较早咱来讲这 FTA 讲这贸易嘅协定吼，讲的大部分拢是降关税这个代志，但是对美国来讲吼，阮这种。这产出足悬的啊，所以阮在讲的拢这个代志啊，吼，甲 TPP 实在是嘛差不多的这产出啊。是。啊，我来问下有经济啊。是。这到底是算作那照胡老师讲起来，这是善意，还是恶意，还是对着美国家己利益来出发的这种谈判？看起来是无啥物恶意啦，吼。为什么咧？因为咱知影讲吼，即马美国为着要对付中国，吼，就即个中美的贸易战争嘛，吼，所以呢，对头一站的即个中国的贸易战争了的晶片法案，吼，即马咱嘛拢讨论过啊。啊，对，其实吼，这是对去年6月就开始吼，就是台美的即个21世纪吼的贸易倡议啦，吼，因为这两天。大家应该感觉足奇怪，这么重要的代志，吼，过去咱咧参加 WTO 啊，吼，啊个什么 ECFA 啦，吼，为什么安尼媒体主流的媒体拢有咧报道，吼，啊这边美国一群人20几个人来遮谈判，吼，已经第3天啊，敢若像足侪人还阁无注意这个代志，为什么？就是因为无争议，无去害着讲啊，什么猪肉、牛肉的问题啦，吼，啊为了就爱去这个经济部去啊抗议啦，吼，国民党嘛，国民众党可能啊带人抗议啦，无这个代志，所以你看这边这个谈判应该算善意的，这个善意就是讲啊，但拄仔看这11项内面吼，要安怎做吼？这个台美的贸易啊，要安怎做，才会当吼更较方便吼？因为这个这3年外受到疫情的影响吼，所以足侪物件拢是线上吼，所以爱有像所谓的贸易吼，啊，佮有安怎便捷佮较紧的吼，所以这是要互大家做生意做遮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关卡吼，会当佮较少啊，佮较便利。所以我感觉这边应该无什么恶意吼，但是大家爱观察的是讲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选择这个时间，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第一，就是中国的20大哦，当啊结束哦，20大结束了后，习近平伊即马足侪改变的吼，包括伊内面足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人才，管理负责的人嘛拢改变。所以，因嘛要了解讲台湾对这个部分到底是毋是有一寡了解吼？哦，比如讲是毋是有破口吼？因为足侪县市拢输啊嘛，桃园、台北市啥遮个所在输了吼啊，家人啦吼，足侪所在输啊，你是毋是有破口吼？尤其是桃园吼，因为这个咱台湾对外的这个窗口嘛吼，所以应该是讲。有选择这个时间是包括台湾选举了后，哦，包括这个习近平第3任吼20大了后，即马还阁咧布局一寡人事，啊，这个人事伊嘛要做伊这个第3任的布局，对台湾伊会安怎做？所以伊要了解讲啊，台湾参这个美国的贸易，
咱谈判吼，咱来做这个协议。你若无问题，的物件，咱就有一寡什么招收清单啦，哦，这个项目吼，这11项内面，我都互你过。所以咱看着讲，就无什么争议，无什么爱抗议的人，吼，去谈判，去大家互相提条件。所以我感觉这边14甲17吼，这几天的谈判应该是介顺利，因为咱台湾派出的包括前经济部长吼邓正中，个国贸局以前的这个局长吼杨珍妮，这些人其实拢是有安做熟手的，所以做熟手的参美国派来这代表，应该是讲。针对即马台湾的局势，要安怎参印太，吼，要安怎参美国伫个台湾遮参台湾、日本、韩国，吼，伫个晶片法案内面的合作，要安怎做，才袂出现破口。我感觉主要的是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应该无啥物讲引起到会对台湾不利的物件。像头仔曲老师咧讲内面若讲到这劳动条件哦。这可能也对着将来咱台湾的劳动条件要提升，对，所以环境的条件提升，但是实上我所知影讲，这2项即马还未讲到呢。其实吼，这个部分包括你讲吼，无要爱安怎便捷啦吼，个爱有啥物法治作业这的物件吼，个劳工这。其实我是感觉讲吼，这是美国对所有全世界伊咧生产的国家，吼，伊主要无药国家，伊拢有这款的要求，吼，比如讲，伊对中国以前嘛会啊，看你是不是有血汗工厂啊，哦，看你的这个劳工的休困时间是不是有差伤济啊？哦，因为偏台积电，大家都知影讲，美国的员工伫台积电，参台湾的员工伫台积电，都无共款呐，吼，所以这嘛是是不是大家经过这个谈判了，大家的迄个落差会较少，吼，这嘛是这边谈判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体适用啦，吼，最后要请教到郭老师吼，郭老师你来看这11项吼，这其实已经讲到年外，但是这主要这个目的性，譬如讲头仔曲老师也讲，咱的 TPP 啦，还是 RCEP， 还是讲这个美国咱要参加的这个贸易组织，因为咱无法度参加，但是实际上讲的物件拢差不多。讲的物件差不多，咱甲美国讲是毋是就等于美国甲其他人讲我已经甲台湾这个小老弟已经讲好啊，那以后恁就照这个步安尼来行，敢有这种意思？其实安尼讲落，另外美国即马咧印太战略内底所主导的另外一个迄个经济贸易的协议，就是 IPEF 吧，吼，就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啦，吼。因为咱进前吼，即个来讲，因美国咧其中大选进前吼，嘛是有咧讲着讲是毋是吼？即个共和党是毋是因有提倡讲吼，是毋是甲台湾嘛放咧即个 IPEF 内底？咱结果因成立以后吼，咱台湾无咧内底嘛，所以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讲，美国即摆甲咱谈这是不是因为来补偿吼，咱无咧 IPEF 内底即个即个有这种讲法遗憾啦吼，但是我认为是吼，无啥物遗憾啦吼，因为呢。美国无咧亏欠咱台湾啥物货啦，咱台湾嘛无咧亏欠美国啥物货咯。一切即个贸易谈判啦吼，还是经济合作谈判，一定是由自身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谈嘛。IPEF 咱无法度咧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有内底有几个国家因为因受到中国的压力。所以伊就变讲，伊若无咧内，伊若咧内底，台湾若咧内底。中国就要甲贸易制裁，所以为了美国为了会使伊即个印太战略会使圆满，会使甲这成员拢揪来，就先甲这国家拢入去。所以咱台湾无咧内底无要紧，但是咱对人由美国来对人，所有在 IPEF 内底条件，甲咱即马21世纪贸易创意的这条件一模一样。所以差不多，因为美国即马对拄啊，辜老师嘛有讲过吼，美国即马对外这贸易谈判就无咧讲关税嘛，所以伊讲的这一切这条件，拢甲伊 IPEF 内底，拢一模一样。主要嘛是讲为了要
形成一个吼，就是唔是以中国为主的这个供应链啦。哦，所以你来看，你 IPEF 内底，伊甲东协的这 RCEP， 吼，这有足侪是重叠嘛，吼，是比如讲越南、印尼，吼，越南、印尼、泰国，这拢是平拢伫你这贸易合的内底嘛，吼。啊，咱拄仔嘛有讲过，讲啊，为什么是这几项啊，就单单无关税？吼，因为吼，美国一直拢认为咱台湾吼足够的，安怎讲足够？咱足够降成本。啊，因美国的物啊拢足贵，因为啥？伊逐项成本拢在你内底，吼，所以咱台湾若是讲吼，你劳工的成本也悬，环境的成本嘛落去的时阵，咱来比，安尼咱台湾敢有法度真正才有效率，会使甲同款的物啊做了才俗吗？吼，所以来讲，这内底吼。咱无用关税，因为关税你扣我5块，我嘛扣你5块，最后就无效嘛，吼，因为就变讲拢是你行政顶头的作业，吼，所以讲这其他的你家看环境内底，未来上大的一项环境税，伊毋是关税哦，所以变讲未来吼，咱即马你真济吼，咱台湾吼也好，也是欧盟也好，也是美国也好，吼。企业上重要的课题是啥 ？ESG 就是环境、社会甲公司的治理要透明，吼，所以内底真大一块就是环境。所以未来咱台湾吼，你来讲吼，无去环保吼，啊无迄个碳税，吼，无迄个，你也付出大价，你又无法度出口嘛。啊，这扣税扣起来比以前的扣税比关税更较厉害啊！所以来讲，你环境内底吼，这嘛还未讲。美国人安这个心了。这嘛毋是讲美国人安这，因为这世界吼，世界所有的经济拢是安尼。因为咱继续搁破坏环境吼，你有一部纪录片就是正负2度 C 嘛。来讲，咱即马海水的温度，若提高到2度，咱就登袂去啊。所以咱若是要减低即个碳的排放，就是要趁钱嘛。所以因美国吼，即个咱即马讲 COP26 吼，世界联合国内底吼，主要经济发展的内底26个国家，拢做阵来保护环境。所以以后的制度，你就是即碳的排放要减少。所以这内底落你这咱讲吼，台美贸易协定内底，吼，甚至你咱讲 CPTPP 内底嘛有这个吼，这个章节你内底，吼，所以。相对比起来，吼，关税还是小问题、小 case， 变做小 case 啊。是。咱这嘛知影讲吼，有经济啊，我请你吼，是因为你对台湾的这个企业吼较熟吼，咱也知影讲，差不多2-3个月进前，咱台湾中小企业啊，已经开始拢接到这个过去在欧美的这个客户讲，拜托，恁的这个碳盘查啊，赶紧填表啦，已经填出来。结果咱台湾啊，中小企业到目前为止啊，拢无准备着吼。这是不是甲这目前这个谈判其实也有相关？应该是讲吼，就是咱这个政府要无完全吼，较严格去推动这个政策吼。所以包括讲像咱较了解的是讲，这大企业你可能会用一寡。太阳能吼替代能源吼，啊你偌济度数，比如讲苹果伊台湾伊就会去参一个公司来买伊的再生能源吼，买伊的电吼，啊吼来电啊伊的比例用偌济，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即马产业界看起来拢是较大的上市公司有咧做，有啊，包括鸿海、台积电啦吼，啊美国来的苹果啦吼，啊搁荷兰的艾斯摩尔遮的大公司有咧做。台达电嘛有咧，因为伊家己本身嘛有咧做即款的产业。中小企业的部分吼，你讲环境税吼，环境的即个部分，因会当做甲安那？比如讲因内面是毋是你即个你即个塑胶的物件吼用伤济，啊你的包装是毋是有够欧盟的即个标准吼？这过去我感觉咱是一直有咧推动吼，但是
拢无用严格做法。强制性的。对，你若用严格是讲有啦，讲今年年中的时阵，对着较大企业200外间，咱要来收碳税。对，这应该是即马要做的吼，因为民进党当然执政这个阶段嘛是爱考虑到选票嘛吼，所以你若讲用法的吼。其实用法的是较有效啦，但是你若用法的吼，我都已经睇过啊，吼，我都这3年吼，因为这个 COVID 用讨厌吼，对，已经这个为着这个 COVID 吼，我已经足凄惨的啊吼，你那个硬要甲我罚吼，其实若用罚钱的是较有效啦吼，但是即马拢是爱用鼓励吼，因为企业这3年嘛拢咧纾困嘛，中小企业拢咧纾困，所以是可能是爱用更较济去鼓励，才有法度通好因较注重这个代志啦，但是真正有影比例伤少，赶袂到这个美国要参咱谈判的这个速度。老师，你来看，这个谈判吼，你来预测什么时阵会完成呢？当然吼，即马咱政务委员在邓正中是希望讲吼，今年年底进行。年底进行。啊不是年底哦，伊迄APEC 吼，今年伫美国。今年伫美国做庄啊，对，美国做庄嘛，所以政府是希望讲上好是伫11月 APEC 开会进行就谈好啦吼。但是我当然是无遐乐观，就是阮讲的吼。咱即摆开始这边美国来20外个代表嘛吼，来讲的4项议题吼，甲去年8月在讲的4项议题吼。共款，共款，表示讲吼，无进度，无进度，就去年还未讲了，今年继续讲嘛。咱讲这无伊个谈判吼，简单来讲是安尼，拢是为上简单的开始讲，吼，大家较袂冤家吼先讲，所以你看到这都拄啊，一直嘛讲啊，这都拢大家顺时在讲啊，反贪腐这无啥物问题嘛吼，这良好法治作业这拢无啥物问题吼，贸易变迁拢在做啊嘛吼，所以咱讲这个已经是算咱讲浅水区啊，算上简单的，后壁真正困难的拄啊嘛，大家嘛有讲着嘛吼。环保啦，吼要扣税啦，吼无迄这农业啦、劳动哦，这若困难的这题目吼，各拢还未开始呢。所以讲今年吼，照这个速度，今年年底要讲了，我想我是无遐尼乐观吼。所以一般来讲，但是吼，两位拢摇头。但是譬如讲，这是毋是讲对台湾来讲吼，会当伫拄啊仁山讲的这 IPEF 内底起一个这示范作用吼，这互别人看吼。我说这是有影的啦，因为简单来讲是安尼吼，这即马这IPF 内底国家足侪拢是东南亚的国家嘛吼，对因来讲吼，甲美国的这距离吼佫较远，对美国来讲，甲台湾讲是上好讲的，因为咱做了足侪啊嘛吼，咱为了要加入 TPP 做了足侪啊嘛，所以咱较听话啦，毋是讲较听话，因为咱准备了较好，准备了较好要讲吼，要讲成较简单。另外一件代志是安尼，这足重要的就是，这 IPF 这虽然这尔侪国家台湾无加入吼，加入无一定较严较对较好康，无加入真正较好康是安怎讲？因为吼，即马 IPF 这个国家吼，咱讲 IPF 4大支柱啦，吼，什么供应链啦，有诶无诶，这4项吼，因为即马美国吼为着即马伊要做老大诶嘛，吼，我要舞一个帮派，吼，所以即马为着要鼓励大家加入吼。这4大支柱你家己拣，你不要紧，你若拣2项嘛会使，3项嘛会使，你无要领金牌，你领银牌嘛会使。你有一组2组咯？对，就先加入才讲，吼，我即摆要做老大，恁就大家先加入才来讲，吼。但是对台湾吼无。你个金牌分互你，所以阮四个拢安尼啊，嘿，所以阮上悬的标准，什么拢爱讲，所以咱讲吼，咱若甲台湾讲，做美国人好朋友嘛无简单呢。所以大家都有样看样啊，你看我甲台湾讲甲安尼啊，大家参考看卖吼，大家将来谈判就是安尼。但是人其他国家讲，你好学生，你厝诶有家底，你有当啊？当然，所以美国嘛无遮安尼严格啦，但是为着要对抗中国吼，伊即马啥物方法都不要紧。吼，弹性处理拢不要紧，吼，你就1项2项，你来参加就好，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吼，是美国将台湾看作是上好的朋友，上有水准的朋友，吼，所以咱台湾讲的这吼，拢是上严格的标准，但是吼，安尼讲起来，确实毋是啥物好康吼，但是我要讲另外一项代志，台湾这么多年来吼，经济若有讲进步吼，常常拢是外来压力。
吼，简单来讲，像阮即马金融的自由化遮尔啊好，你要买美金嘛好，啊，拢唔免去银行哦，拢手机啊外汇管制。对，吼，较早管制是济。啊，台湾是安怎会当金融自由化，互大家遮尔便利？迄拢是美国人母的啊，因为美国人要来做生意啊。伊讲哦，啊，恁咧这银行啊管制，保险啊管制，安遐尔啊济，我是美国人要来做生意，吼，所以你讲啊，你都爱开放，保险嘛爱开放，银行爱开放，人拢爱开放，啊，台湾啊无法度啊，啊都开放，啊开放啊，啊就进步啊嘛，吼，啊像无因嘛是安尼啊，咱还未加入 WTO 的时阵吼，我关税扣偌悬的，吼，啊足济甲人都无法度谈判的所在。啊，你若加入 WTO 吼，你就爱主动爱符合伊的标准，啊，所以咱足济吼，你甲国际的标准安尼接起来，来台湾就会进步。所以讲台湾要靠自身的力量，要讲经济要进步吼，足困难的。我就简单讲一个就好啊。大家讲薪水伤低，啊，无你甲头家讲看卖，看伊要加薪水无？是啊，对无？啊，都无可能嘛吼。所以咱讲吼，美国老大讲袂使，恁就讲袂得啊，对。所以吼，对台湾来讲，有的时阵吼，咱看起来是外来压力，但是吼。过去的经验甲咱讲，这外来压力有的时阵吼，互咱的经济进步了较紧。哦啊，这就敢若日本时代迄阵时的美国乌船驶入去了那卡萨基共款。对啊，啊，另外一个阮讲好康的吼，大家都讲较少的，就是你看这11项内底有一个叫标准，有无吼？这标准吼，台湾将来吼是咱是工业大国呢，工业大国将来咱生产足济这工业产品吼。你若标准拢，阮拢无法度参与来定世界标准，啊，拢听互别人看片仔走啊，啊，人安怎定，阮就要安怎整理嘛，安怎生产嘛。啊，咱即马若有机会，吼，甲美国坐做伙讲啊，咱物件生产安尼啊，软体也好，硬体也好，将来标准要安怎定，啊，阮有参与的机会。安尼对台湾将来这经济发展嘛是真好，维护权的地对，吼，这所以吼，日本吼，阮讲日本来日本的例就足趣味。日本本来一开始吼，伊是无要加入 TPP 的呢，伊迄日本国内吼讲 TPP 亡国论啦，讲吼你甲加入 TPP， 日本就了去啊，就害去啊。敢若迄个被控年代共款安尼。啊，所以日本加入 TPP 吼，当然为不得已的原因吼，因为美国钓鱼台甲小天嘛，吼。啊！我钓鱼台甲你小天，我要互中国来哦，我甲你斗保护，啊，所以我即摆要做老大，你来加入我的帮派哦。啊，日本啊无法度啊，老大就安尼讲嘛。啊，但是吼，日本就慢慢发现讲吼，加入 TPP 吼足侪好处。那主要的好处就是像我讲的，日本嘛是工业大国，啊，伊足侪标准袂使互看片仔走的，所以伊嘛爱想讲有一个机会去参与世界标准的这制定，哦，所以对日本来讲这足重要的。所以日本就看到 TPP 的好处，啊，日本看到好处，实在讲起来，对台湾来讲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哈，台湾甲日本的这产业的结构啦，吼，贸易的结构，咱实在小可发展的路径。对，吼，所以咱来掌握这个机会吼，会当甲世界上悬的这经济体，会当咱讲接轨，吼，对台湾的这规个经济结构来讲，实在是足好的代志。但是呢，咱也看到讲一方面。美国人是安怎即阵时啊，即积极着吼，佮走来台湾啊，佮安尼谈判，那有一个讲法是讲，因为拄啊即个时阵需要台湾来甲伊斗阵做伙来，甲中国来竞争来对抗。是啊，这是大家都唔免怀疑嘛吼，咱就讲拄啊嘛讲到即个问题，就是讲吼，台湾因为一开始吼，美国的拄啊人山已经讲啊，就是讲因为足侪原因，吼在中国的压力，吼足侪原因。台湾吼暂时佫袂当加入这 IPEF， 吼，但是美国吼，你看哦，伊什么时阵宣布讲要甲台湾讲这贸易创意，就是 IPEF 的隔工啊，啊，甚至我会记你，小可暗示。对，意思就是讲吼，伊嘛知影嘛，吼，我 IPEF 这名单公布了吼，你台湾无在来，哦，台湾人起码就无好，吼大家即摆足惊以美论嘛，讲美国到底是有要甲阮做朋友无吼？啊，美国啊做了吼，嘛足水气的两件代志。第一个吼，迄个时阵吼 APEC 伫部长会议伫曼谷嘛，吼，哦，迄戴奇甲邓正中都两个见面足欢喜的，啊，无咱就来开始即个谈判吼。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佮另外一件代志，吼，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吼，要用武力保护台湾。啊，这是两手。啊，所以吼，伊就讲美国人在做代志吼，足水气的。
吼，足优秀的，伊拢知影讲吼，我若即马 IPF 若宣布台湾无赛来吼，哦，即马代志足歹收煞，所以就好康个先甲你讲，啊，我毋是无要鼓励哦，吼，我这吼，这连伊要甲你用这吼，比 IPF 搁战处搁较悬的这经贸谈判来啊，吼，啊，搁要甲你保护。吼啊，台湾，所以你讲拢无啥物代志嘛，吼，大家迄个时阵拢讲安尼就真好啊，哦，所以就化解了这以美论嘛，啊，所以这摆来，你看你遐济人，有这个意思，嘛有这个意思，对无？你谈判吼，实在讲这4项吼，唔免遐济啦，免，来，你遐济人来好无？伊意思就是讲吼，我是真正甲你当朋友，毋是甲你光卡棒的，毋是看盈利啊，拢来，毋是甲你大家讲的说这美国人的机遇，毋是哦，我是真正甲你当做朋友，你看这。我足重视恁台湾，遮尔啊重要代志，我遮尔啊济。哦，所以关键比如这爱看别就是爱看这啦。对，啊，咱讲吼，真正无好讲的，无好谈的，拢伫后壁嘛。吼，大家都有讲，劳工的问题、农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迄拢较歹讲的。还到迄个时阵，遐尔啊济人嘛较有意思。吼，啊，即摆这个较简单的，咱讲浅水区嘛，到深水区了啊，吼，迄就真正较硬道啊，迄真正较硬道。哦，人硬道的咱就。再出来请3位来，但是这刷来我请到2位吼。咱他讲的，拢邱老师讲，美国人啊真在乎咱台湾人的心情吼。伊应该来讲吼，那较素朴的这个文化就是讲，伊敢惊失去咱这个朋友。一定的啊。有经济。一定的啊，袂使无台湾呐。其实应该是讲这几十年来吼。应该对这个离厝大战了后这段时间，包括伊对台湾工业的扶持，就讲对李国鼎迄个时代开始，到即马尤其是伊的中美的贸易战争，其实伊是安那足重视讲吼，伊的中美贸易战争内面参台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你看，在拜登是安那爱亲身飞去亚利桑那，看台积电这边的这个工程。进度如何？伊亲身飞去，其实吼，这是足侪项，包括讲半导体当然是第一个项目，吼啊，另外包括台湾这个高科技，毋是干那半导体，过去你讲包括什么这个 IC 设计啦、面板啦，这其实参台湾的关系拢非常，美国参台湾的关系拢非常非常的密切。哦，所以你讲伊袂使，真正袂使无台湾，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以外，哦，伊实际上台湾咱即摆对美国的贸易，其实嘛是足悬的，吼。虽然美国参中国的贸易的逆差有较济啦，吼，因为做侪物件爱对中国买嘛，吼。啊，但是你若讲吼，对台湾来讲，其实美国真正是袂使无台湾。好，所以以前那这边伫个晶片法案了，吼，啊个包括伊要布局的全世界，吼，包括印太，哦，包括参日本、参韩国这的合作，一定爱参台湾有密切的关系。真正，所以美国人是真心的啦。真心的，这个部分无问题。我感觉大家吼这边应该讲，真侪人拢讲啊，咱是机智啊，尔啦。所以不是，我感觉这边吼，为什么媒体主流的媒体无直直讨论这件代志？是因为足侪人，足侪台湾的选民拢知影讲吼，美国参咱的关系无啥物争议，颠倒一寡人咧批评讲啊，恁就是吼戆啊去互美国利用啦，所以吼人来甲你开啥物，你就买单啦吼。其实是即马是以美论就是即个问题，互即边的谈判的氛围，无互受一寡媒体来重视讲，这是对台湾。这个企业、这个公司要对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谈判吼。其实咱咧看过去，咱从对 WTO 开始，咱台湾的公司拢足重视的啊。啊，为什么这边3、4天的谈判，大家感觉讲啊，应该是无啥物大问题吼。其实有问题，包括讲这个劳工的问题，包括这个还未来啦吼。问题大问题还未来，但是这个抗战。对台商来讲，你嘛是爱考虑哦，你嘛是爱考虑讲，你到底即马，比如讲你这个红海好啊吼，你要
做中国的生意，吼，你要踮中国设的这个公司，你要参美国做生意，哦，要参欧洲做生意，你嘛是爱透过这个谈判来了解讲你的布局要安怎做。所以为什么咱看讲最近足侪公司拢刷去主要的两个所在，第一是印度，吼，印度应该是你较大规模的油气公司应该拢无缺席，拢够啊，吼，拢去啊。啊，第二就是越南，吼，所以为什么这个台商，吼，台商会去考虑讲，我袂使搁伫东莞，我袂使搁伫昆山，吼，我袂使干那做遐，因为美国即马即个战争，即马即个谈判开始，因烦恼讲啊，华为、中兴中兴这个企业，这个5G，吼，搁这个电动车，已经拢要超过美国啊，吼，所以美国原来要搁继续做老大哥，等于讲，伊是原来要参台湾做伙，参日本做韩国做伙，伊才有才调继续做老大哥。啊，若无中国一定甲讲啊，你吼。我已经早着这样赢你，这样赢你，电动车也赢你，我什么拢赢你啊！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谈判，一个抗战。啊，台商嘛是爱去考虑讲啊，我的布局，我的全世界贸易的布局是不是爱改变？所以我听到做者咧做无爱吼，啊咧做这个电子产品的，为什么拢咧考虑讲我东莞、我昆山的厂爱刷出来，刷去越南吼？啊，这是做者台商咧考虑的，所以这个谈判嘛，互做者台商会好好去注意因未来的全世界布局。是，高老师吼，咱即摆有一个图表吼，这个图表顶头吼，看到。这个美国甲中国吼，是，的贸易成长4.8%，吼，贸易总额是4.6171亿的人民币，吼，事实上这是增长的哦。美国人甲中国咧对抗，美国人甲中国咧做生意，你生意愈做愈大。咱台湾对中国其实已经降落啊，吼，总额降到3.7%。是，吼，在这个谈判当中，我头才会问讲，啊，美国人是算真还是算假？是毋是两手的做法？是毋是讲，柯老师是讲甲艺术啊？讲做代志真水气，这边啊甲你照顾，迄边啊甲你按捺。伊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了这个图表？这吼其实咱。就差不多4年前吼，川普搁咧做总统的时阵，已经就开始咧进行迄个供应链的移转嘛。吼，咱拄仔讲去越南、去印度遮，但是供应链的移转吼，伊要发生无遐紧，因为迄是规大棚的迄个制造业咧移动。你所有你包含顶游、中游、下游，吼，甲两边遮吼，你拢爱转。譬如讲，你起一间台积电，敢若干那一间台积电吗？唔是啊。你家己算出去无效。因为你讲一间台积电，伊遐顶头吼有迄个做迄个气体，吼做气体，吼啊伊制造嘛，所以伊除了气体来吼，伊阁有其他的这供应材料，譬如讲伊的钱圆的迄个材料，嘛爱供应商爱入来，吼啊然后咧伊的下游伊爱封装嘛。对不对？你唔是讲其实台积电做完一片你要创啊？一片完你爱做 chips 啊？吼，你爱做 IC 嘛？所以规欧所以你要规看同款。你中国以前咱讲昆山是较大，为啥珠海较大？吼，因为咧所有的供应链拢伫遐，啊，伊即马要断伊的供应链，遮规棚要煞的时阵，吼，总有的人先煞，啊，有的人慢煞。所以，伊在你运量的这个时间内底吼，你就造成讲，短期你来看讲，伊敢若迄个贸易的这数量搁咧成长，但是你爱看伊成长的这速度减少，愈哪来哪慢。以前吼，我讲差不多5、6年进前，你家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拢是2位数你成长的，一年啊20%、30%安尼你跳的，对不对？即摆你家看，伊才敢若剩4%尔。啊，咱讲啊，咱台湾吼，台湾咱对中国的这出口业，
哦，今年降到38%嘛，对不对？以前来讲，拢超过40%，上悬加到45%过。吼，啊，你甲看，虽然咱吼小额度的降价，但是咧，咱对美国直接的出口，科技产业对美国的出口拢成长13.1%。对，成长，你看，咱是变2位数字的成长。吼，所以这咱大家看吼，就是讲。这嘛会使解说讲，是安怎美国无台湾袂使，伊无中国会使，但是无台湾袂使。因为呢，伊要做老大哥，伊无晶片就无法度做老大哥。因为所有的科技，上关键的科技，一定爱你台积电来生产啊，对不对？你爱3奈米、5奈米的这个晶片，伊才有法度得按呢伊的迄个隐形战机来老师，我甲你的话吼，小甲你做一个总结，观众朋友啊，小知影，就是讲。美国袂使无中国，美国袂使无台湾，但是美国会使无中国，是。但是中国毕竟是世界工厂啊，伊目前为止，伊也是还搁咧成长当中哦。老师有预测还是3位来预测讲，当时会等甲2.22啊，顾老师。要等甲2.22当然无遐尼啊简单，但是吼，美国人你也是爱甲佩服吼，你即摆咱在讲的这个代志，美国早就想到啊，所以美国一直在培养吼一个替代中国的国家，吼，这国家简单来讲就是越南，吼，所以你看吼，自开始吼，美国开始 TPP 开始，美国要创啥物物件吼，越南一定是台车头一个。啊，简单来讲吼，因为越南同款嘛吼。土地了较宽啊，劳工介济，生产成本较低，所以对美国来讲吼，伊嘛惊讲哦，到时阵我若甲中国关系若无好吼，买无物件，所以对美国来讲，伊早就传伫遐咧准备啊，所以吼，伊就虽然咧讲，这袂使讲干那互中国甲这阿塞伯吼，家己咧行家己的路，啊，我美国若无在咧，我家己经济要安怎过？美国当然了解讲吼，遐足侪物件对伊来讲，鞋啊、帽啊，这物件伊无可能家己生产嘛，成本悬嘛，所以一定要有其他成本较低的所在来替伊生产嘛。啊，所以美国即摆在安排就是安尼。咱讲这印太战略嘛有即个意思，所以你讲东南亚伊的经济形态，内面一粒星就是越南。是啊，伊就培养真久啊嘛。对于美国来讲，所以伊拢有考虑在内吼。啊，对台湾来讲吼，当然台湾即马吼毋是成本低的国家吼，但是就像任山讲的，阮即马有足侪关键性的物件吼，这美国是无法度无插咱吼。啊，尤其对台湾来讲，我讲足重要就是安尼，因为较早咱咧大家观众呢会记讲差不多10多年前在讲ECFA的时阵吼，迄阵大家都足烦恼讲哦，台湾来所有的贸易拢甲中国往来吼，迄是足凄惨的代志吼。啊，迄阵吼，甲迄阵马政府佫讲哦。讲啊，免烦恼，阮这 ECFA 毋是最后的目的，这只是一个敲门砖，吼是签 ECFA 了后，就是会当甲其他，尤其美国这些世界大同啊，对吼，啊但是吼讲遐久也就无效啊，讲遐久你签 ECFA 就无效，啊随时将美国人就甲中国。对，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嘛是一个局势吼，这个局势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有利的。就要等到这个时机。对，啊，阮较早想的代志，本来拢无啥敢安尼想呢，就讲吼，啊，无靠中国的市场，台湾是要安怎哇？即摆毋是，即摆你看全世界对中国。不可想象啊。对，啊，拄啊看这个数据吼，我讲台湾的出口虽然即摆出口较咧减少，但是对比例上来讲吼，即摆台湾比例在增加的所在，就是拄啊人生讲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拢咧增加，但是咱出口的比例内底对中国是咧开始咧减少。我虽然讲这是一个原因，讲即卖中国经济无好嘛，吼，无单嘛，无要买咱的物件，但是吼，这嘛是一个好的局势。但是讲吼，对台湾来讲，咱有一个机会吼，行去外口，毋免万项代志拢靠中国的市场，啊，其他国家的市场，迄继续更较好啊。吼，人要买物件，要求的品质较悬啊，这对台湾的经济要进步来讲，拢是足好的代志吼。咱较早都有一个梦想，讲这是足好的这个愿望，啊，我唔敢想讲当时会当完成。啊，即摆看起来这机会是渐渐来接近。时间逼着咱必须来面对啦。对，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足乐观看待安尼发展。嘛是。其实我感觉讲吼，这个时间，美国甲中国当时会当切到2.22吼。那讲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震动，为什么？因为这参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大，就是讲
啊，就是讲台湾，你嘛袂使讲我干那靠美国，吼，我要参中国切甲利，安尼因为中国参美国已经会切甲利。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思考。哦，因美国甲中国中间的这个贸易吼是且战且走，反正啊更较好一术啦，啊反正啊更加较严一术啦。像讲吼，伊最近咧讨论讲，中国。伫咧美国上市的这个公司，吼，伫美国挂牌这个公司160几间，因本来讲吼啊，我3年内要来互你全部拢下市，嘿，拢不准你到美国。哦，这真严重哦，最严重的啦，因为吼，你看中国这个企业家赚到钱的，像无去美国。移民吼，啊厝的大钱拢是去伫美国嘛。美国也无人讲吼，哇，迄个第一名巴菲特啦吼，啊个比尔盖茨啦，我来移民中国，啊我来住中国，无可能嘛。所以吼，大概看这个局势，就是讲，其实大家拢伫遐且战且走，无可能讲切甲利。反正啊，佮讲无吼，佮用一寡时间，大家佮讲者。所以拜登嘛会去参习近平两个坐咧讲谈判嘛。所以对台湾来讲，你若讲完全选择美国，吼参中国切甲利，对台湾非常非常的危险，吼，这就是。台湾大家讲地缘政治下骹吼，你爱安怎选择讲就是爱较灵活啦，吼，袂使帝国机，吼，定国机，因为你看讲啊，美国参中国已经撤离啊，所以吼，咱就已经定国机咧，因为安尼对台湾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你看即摆的局势吼，有一间公司迄个。这个方向吼是会当观察的，就是特斯拉，因为吼，你看包括美国本来苹果公司，原来对什么滴滴打的啦吼，对阿里巴巴这中国这个公司本来拢有入股，本来拢有伫董事会，啊嘛因为两边的关系愈来愈歹，所以退出吼。啊，你即摆看到讲吼，抑个。足在意中国，啊，佮会替中国讲话，就是马斯克。马斯克，我讲台湾的这特别行政区有无？台湾的这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伊要讲我谁听？要讲我习近平听嘛？因为伊要爱中国的市场嘛。所以特斯拉参中国的关系，会全面退出的。中国即摆若讲啊，我的电动车已经比你较牛啊！你特斯拉算啥？我爱你要创啥？吼，啊，这个抗战就是讲，我中国已经大家已经高科技、个电动车这个发展，我已经拢免靠你啦。吼，包括我要发展半导体，我嘛免靠恁台湾啦。吼。啊，那这个时阵吼，其实对台湾来讲嘛是一个危险，嘿，嘛是危险，所以这就是咱在观察。你讲到安尼双头，咱敢会双头失啊？应该是袂啦，吼，应该是袂双头失啦，因为台湾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吼，生理人拢足巧的，吼，所以要刷去越南，要刷去印度，嘛是因为讲我都袂使定高机啦，吼，我中国会使减少，但是对足侪台商来讲。我嘛袂使讲完全无中国，吼，这就是这个还袂到完全切甲利，就是讲你一定爱爸爸爱妈妈。美国跟中国，我是毋是做一个生理人？我敢若会当选择一个，吼啊，即马就是看美国甲中国这个关系，因无可能切甲利，无可能。但是郭老师，这个消息已经大概差不多这年外来，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应该爱选择的时阵咯，哦，必须爱离开中国的时阵，你就爱离开中国，哦，这世界各国拢释放这种信息。是，咱台湾这条路是要哪行？尤其咱搁看到中国政府啊，透过黄金股来掌握着因民间的企业，就是叫做国进民退啊。哦，这个代志其实是大家看起来惊，你普通人要伊这本国人。他们遐伊就会继续掌握啊！啊，台湾台商伫遐，这个情形你安怎看待？是，咱台湾有一句话啦，吼，小贪你就软家人啦，啥叫家人？软了伊就出袂来嘛，吼。所以美国吼要甲中国进行咧个贸易战的时阵，毋是讲无甲你预告，哦，拢甲咱台商讲啊，吼，未来咧你是中国做生意，你会愈来愈歹做，愈来愈歹做。吼，所以唔是讲一摆切你就切得完，吼，你也是因为你中国伊的环境、伊的劳工、伊嘛成本拢愈来愈悬，
吼，无像讲以前遮好谈，吼。即使讲你会使，你中国维持你的利润来讲的话，吼，伊嘛是有足侪步会使甲你治。譬如讲，伊就凊彩甲你吹，你就一条足细条刀碎，你就去掠你看，吼。所以咧，因中国共产党因有足侪步数，吼，来治遮的所谓因讲的外企，吼，也是民企，吼。所以你讲马云全中国吼上好个的人。是啦，伊会爱走，爱绕跑，走去日本去，因为伊嘛是有性命的危险，吼。因为啊讲，伊就公开咧反对讲吼，迄个中国的迄个金融控管嘛，所以伊的蚂蚁金服伊无法度就市，吼。所以咧，伊即马变讲无法度就市以后，伊即马吼中国人来甲逼退，伊本来伊你迄个阿里巴巴。吼，伊有56%的股权，吼，伊即马原变讲，伊即马中国来改，讲啊，所有的这敢若内底10个人会使投票，吼，所以一个大公司内底会使有10个吼，敢若董事会，敢若10个人，吼，10个人，啊，这10个人内底一定要有一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席。党代表，嘿，这党代表啊，你袂使甲听，伊拢无股份。拢无股份，伊嘛会使降一股的意思。伊个有否决权咯？对，有否决权咯。所以咧，伊这就变讲吼，伊就是变相咯，乌手甲你存入去企业。我即马咧企业资料，我甲你监视，甲你管控，我阁会使甲你分好康的，阁会使甲你挡喺内底吼。所以伊这内底有足侪中国伊内底布局，因为为啥咧？为啥是蚂蚁金服？大家拢无啊无伊去甲滴滴出行，滴滴出嘛收入去啊！吼，因为呢蚂蚁金服因的金融服务做了比因中国的银行系统更较好。为啥咧？因为银行系统伊就无进步嘛，吼，拢是伊用古早伊就。这美国人袂讲用这个贸易谈判，讲哎来，咱来贸易谈判，像伊对咱台湾讲法。啊，这就讲美国人为啥无爱甲中国贸易谈判？因为因知影讲啊，去甲你谈判无效，你就拢无你稳准的啊，对不对？互你谈判完，你嘛无要照骗照行啊，是不是？因会去改变规则嘛，中国会去改变规则嘛。咱讲过来讲，咱法毋是甲伊签介久，签介久你也爱照片照行啊！你当初互人遮农业的遮，你就爱照片照行啊！安尼做讲啊，我要甲你当，无爱甲恁买遮个水果，吼，无爱卖恁，无爱卖咱遮建材，伊随花伊就随当。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中国是一个吼无遵守吼贸易规则的国家，所以甲伊谈判。无啥效嘛，吼无啥效，所以这是吼回答你拄仔问的，即讲啊啥因谈判就好啊，啊就无效嘛。所以你家看，甲中国谈判完的国家吼，咱讲吼上海这吼上，迄是一带一路吼，所以内底谈判出来这上海合作协议啊。啊，合作协议你内底大家拢即马啊，拢要破产，这国家大家拢要破产，为啥咧？伊就无照伊当初因遮讲的遮好处互因嘛，拢无嘛，所以佫也欠钱欠几大堆，所以即马世界银行 IMF 头壳大粒，因为这足侪国家要破产，连伊的外汇存底嘛要空，啊，这拢上造成的，中国造成的嘛。是，咱哦上尾还佫剩3分钟咯，咱请每一位哦来甲咱观众朋友来讲哦，这个贸易谈判到上后尾会产生台湾一个经济一个新的这个时期，你面对什么环境、什么条件，包括着劳工的钱，譬如讲咱的薪水会较悬，还是讲啊，咱每一个人企业内面必须要改变这个思维，是什么样的改变吼？来预测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讲，咱这集。到底是要传达什么信息？我就2项啦吼，第一项我是煞人山讲的吼，就是因为中国拢无照片照行吼，所以就 WTO 拢弱化嘛，吼拢无效啊，无效，所以是安尼，大家即马吼谁与争锋，大家都在出来讲吼，我要来带头，对啊，所以美国我要来带头，所以吼即马 WTO 若无效了啊，对台湾来讲要靠啥物人？吼，你都爱嘛是爱加入一个帮派，讲大家来相挺嘛，吼，所以这件代志就是对台湾来讲，
较早 WTO 有效的时阵，对咱足好的。即马 WTO 无效，咱就爱想别的路数。吼，这就是第一项。第二项吼，我要讲的就是安尼，这谈判吼，为美国人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名词，今仔我无讲着，叫做包容性成长。吼，包容性成长。包容性成长，意思就是讲吼，袂使顾趁钱尔啦。吼，你人民爱顾，薪水爱顾，你要讲即摆讲这中小企业吼，伊即摆要挺啥物人？挺遐妇女。吼，这个弱势吼，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讲吼，毋是干那顾趁钱尔，我们做做这，这对于台湾来讲，足好是安怎？咱即马钱趁到一定的程度了后吼，即马就是爱品质爱改善，吼，袂使讲吼。resilience。对啊，拢讲经济成长率这尔悬，薪水都连都咧降低，安尼就害啊，吼，所以都。若即个代志无解决，选举就会足惨的嘛，对吧？所以拢讲整体要改善吼，我讲像即款好的话来压力，对台湾来讲吼，是一件足好的事情。刘经济，其实吼，我是感觉即个谈判吼，大家去思考吼，几个问题，就是你要做啥物，你要去对做，你要参向做生意，吼，这是这几个物件是较重要的吼，因为大家嘛知影讲，即马中国包括咱讲的，包括马云啦，吼，即个滴滴啦，搁只，拢中国拢甲你。伸手落去，拢甲你调起来，敢若像哦，你都派一个教官伫咧内面甲你管东管西安尼，所以东部拢爱去管啊吼。所以包括鸿海新紫光工业互联网，那会讲一天就卖去，中国派人甲你买啦吼。所以我感觉咱大家爱去思考讲吼，即个美国来谈判，咱即马看这11项内面。咱是看未来什么产业会去受到重视，要参向来做，要踮对做，是毋是爱刷所在，还是讲我踮台湾做，还是去美国吼？我感觉这是爱思考的。郭老师，当大人。